因为搁刷落来的礼拜所底发生的事件，遐个方言的话声真紧就消失。耶稣真清楚日子已经近啊，就准备要甲伊的门徒三角用最后的晚餐，伊摕起饼献感谢予上帝，然后伊就掰饼，搁分予伊的门徒，对因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下杯讲：这是上帝甲伊百姓所立的新约，是用我的血确立的约，就是为恁牺牲所流的血。当恁啉的时，就纪念我。